高雄山球场月底就要点到幸福市府停止营运，这嘛造成球场内底工作人员会无透露。今日早起，包含工作人员，抑个俱乐部的会员，计将有150人就去议会顶前，呼吁在市府就要让球场继续营运，保障劳工权益。有口饭吃。 来自高雄球场的专属客人，有人为国小做到今麦，年资超过40档。然后新住民靠这份慷慨起专家，所以因为球场防守登去，全部失业。我们都是在球场，也没有什么工作的能力，临时收起来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？我的小孩还很小，我们家一家5口，就只靠我自己一个人上班。 79个人组自救会，希望市府和球场继续经营，莫互因伫过年进前失业。26号早时，劳工局出面接陈情书，表示会协助因转职。工作权的部分，阮嘛愿意来破合调，其他的球场有啥物需要者，阮会努力。骑车爱骑偌久，我倒要骑就爱偌久。3点半，我一个查某人，骑3点，我讲哪里？我们一定不敢去的。足球会反映，阮球场平常早班就爱半暝3点半到，若是到搁较远的所在，交通路线侵入上班的安全，拢互因烦恼。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立场，那以及来保护相关劳工的这个劳动权利这个部分。毛俱乐部会员这个球场守长也影响在地人才培养，市府回应球场长期使用农药，已经影响大高雄民生用水。甲业者经过一档讨论，伊嘛无提供应该有的改善计划，将要求球场甲劳工好好协商，劳工局嘛主动检视，按照个人需求提供协助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